喺正片都有提及過啦，我喺新疆天山天池景區嘅天池附近呢，第一次用無人機成功起飛，拍攝咗一段冇乜技術可言嘅高空航拍片。但之後呢，諗住喺馬牙山山上再用航拍機呢，就已經被通知禁飛，需要喺民航局 UOM 完成登記先可以解鎖。咁根據中國政府規定呢，喺境內範圍呢，首次使用民用航拍機呢，必須要完成實名登記，遵守飛行高度同埋禁飛區嘅規定嘅。另外仲有啲規定嘅，我都整咗個列表，方便大家去了解。除此之外，要特別講講呢，要注意嘅事項同風險，有兩個我想特別去講一講嘅。第一就係如果未登記嘅無人機飛行呢，係屬於違法，可能會面臨一啲罰款或者被沒收設備嘅。第二就係記得遵守禁飛區嘅規定，因為相關位置呢係涉及國家安全同埋公共安全問題，後果係嚴重嘅。不過例如我用緊嘅大疆為例啦。未登記呢，佢係會自動禁飛嘅，亦都會定期去更新限高禁飛嘅範圍，所以呢都可以避免上述嘅情況。不過如果用其他牌子嘅無人機呢，就要視乎翻個情況去留意一下啦。好啦，咁而家入正題，同大家講解一下成個登記流程、步驟同必要注意嘅事。如果出發之後先發現冇做到，咁可能成趟旅行都用唔到無人機噶啦。首先好簡單咁講解下成個流程啦。成個流程大致分為5個步驟。第一，當然係先去下載好民航局個 app 落手機先啦。第二步就係註冊個人賬號，需要以個人身份去綁定嘅。第三步就係等佢審核通過嘅手機短信，大約由你提交咗申請之後呢，2至3個工作天會收到相關嘅短信。第四步之後就可以開翻個 app 登錄翻已經批核咗個賬號，然後就可以開始填翻無人機嘅資料，申報好佢。最後成功提交好資料之後呢，你填好資料嗰部無人機呢就會解鎖噶啦，就可以起飛噶啦。接落嚟就深入咁講解每個流程應該做啲乜，同埋有啲乜嘢地方要特別注意。第一步就當然係下載咗民航局 UOM 個 app 先啦。咁下載途徑呢，可以選擇喺官網度下載，或者用各大 APP 平台，例如應用寶之類。下載好之後呢，就可以去第二步啦。到第二步，打開個 UOM app 先，咁一打開呢，就會嚟到呢個登入畫面。咁第一次呢，我哋係要先註冊翻個賬號先嘅，撳落立即註冊，但記得要點選下邊個閱讀並同意用戶協議同埋私隱政策。如果唔係呢，佢就唔會俾你去註冊嗰個頁面嘅。跟住會嚟到呢個頁面嘅，咁我以我自己為例啦，我就揀翻個人，之後輸入翻自己想要嘅登錄賬戶名啦。同埋根據佢設置密碼嘅要求去設置好自己嘅密碼。填好咗基本嘅賬號登錄資料之後呢，就會嚟到要填個人身份資料嘅頁面。咁都相當多資料要填嘅。咁大家可以根據翻自己證件嘅資料呢，去對應咁填翻好佢所需要嘅資料。咁有個位置呢，我想特別去講下嘅。就以我為例啦，我揀翻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，即係回鄉證啦。咁拉到落底呢，佢會多咗3個要求上傳相片嘅位置嘅。咁官方對啲相呢係有指定嘅要求嘅。咁大家可以參照翻佢上面嘅要求去影啦。佢示範係用2隻手揸住個證件影。咁我當時提交嘅相呢，就係單手揸住證件影嘅，因為我另一隻手呢就拎住手機自拍。咁最終呢都係冇問題批准咗嘅。我覺得主要係佢要求呢係要清晰咁影到個人樣啦，同埋證件嘅正面同背面，咁就 OK 噶啦。填好晒資料同影好要求嘅相，最後就可以提交。之後就得一個字，等。要等平台審批啲資料，最後會以短信形式去通知你。如圖中所示，以我為例，我就係21號晚申請嘅，佢就喺23號早上以短信通知我審批通過。當收到相關註冊賬號已審批通過嘅短信呢，我哋就可以去到下一個步驟啦。嚟到第4步，首先就係打開翻個 UOM 嘅 app， 之後用已經通過審批嘅賬號去登錄翻。咁成功登入之後呢，佢首先會彈出一個設置手勢密碼嘅頁面。咁大家可以根據翻自己嘅喜好去設定翻啦。咁下次開 app 嗰陣時呢，就可以直接用手勢密碼直接去登入個賬號。之後就會嚟到主頁面，咁我哋就撳實名登記，裏面就會有自己已經批核咗嗰個身份嘅資料，望望資料冇錯呢，就可以撳下一步，
就會到填寫信息嘅步驟。咁呢度呢，就要填翻關於無人機嘅信息。我自己呢，就掃翻無人機控制器主屏嗰個 QR code，一掃碼佢就會自動填好晒相關嘅資料。咁佢最後呢，會要求你影2張相嘅。一張就係無人機展開晒嘅正面相啦，另一張就係無人機出廠最好嘅相。咁呢個最好呢，會喺包裝盒度揾到嘅。除咗包裝盒可以揾到之外呢，以我 Mini 4 Pro 為例啦，喺機身裝電池嘅位置呢，都有個出廠最好嘅，要將電池掹甩先見到。最後就係提交好資料，佢就會解鎖個禁飛限制。其實成個登記流程呢，就唔複雜嘅，但純粹係提交好晒啲資料呢，佢都係需要時間去審批嘅。所以大家就唔好好似我咁出發咗去當地先知要搞啲咁嘅嘢，白白浪費咗喺旅途中拍航拍片嘅機會。條片就到呢度啦。如果呢條片嘅資訊幫到大家，就俾個 like 同 share 埋俾你覺得有興趣嘅朋友仔去支持一下我啦。最後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鐘仔，下次一有新片第一時間通知你。